今次火車旅程係從伊拉克首都巴格達搭去南部城市巴士拉，搭嘅當然唔係呢架啦。呢架車係咪有啲似內地嘅和諧號呢？佢並非和諧號，但係都係中國製造嘅動車，係響2014年由中國南車為伊拉克定製嘅動車組。而中國動車組列車的加入，才使得這種狀況有所改善。截止到10月底，這兩列中國動車組已經在巴格達和南部城市巴士拉之間運行了100多天。為咗體驗響伊拉克坐國家做嘅火車，我特登從巴格達搭去巴士拉。咁我入去睇下啦。嗱，我哋買咗最高級嘅頭等中嘅頭等啦。咁啊2格一間房，2個人嘅啫。咁有咩設備呢？每間房有自己嘅水龍頭啦。有冇水先？喂，咁樣嘅，我自己擠出嚟啲水。得啦。要撻2下先有，好得。跟住咧就有番梘，咁呢個咧梘液頭先睇過冇嘅，插咗啦。咁呢度咧講咧，伊拉克咧大部分咧都係用香港嗰隻3腳就可以噶啦。我都查過伊拉克用咩插頭嘅，咁佢講過另外仲有2隻，即係咧兩支獨立嗰隻咧，嗰隻咧都有，但係就唔係太常用。最常用都係即係港式3腳嘅，咁但係咧亦都好似以前大陸咁啊，有配備咗呢種插，即係乜嘢都插得入去嘅。咁一般酒店啊、餐廳咧都係3腳就搞掂晒噶啦。咁睇下咩設備啦，有個電視，一陣間試下着唔着。呢個咧就唔知咩嚟噶，唔知真係唔知做乜。咁下邊有雪櫃啦，跟住有櫃桶啦。咁就樓上樓下床，咁普通等嗰啲咧就人較多咯，但係頭等就暫時未見有人上車。至於整體嘅乾淨程度就好老實講啦，呢架車響北京行嘅時候咧就一定好乾淨好企理嘅，嚟到伊拉克咧就真係差嗰橛啦。咁嗰橛有幾多咧？我細個讀書時咧，廣州坐鋪車上北京嘅時候咧，嗰架車係乾淨過呢架啦。咁另外咧就有一啲係4個人一間房嘅，即係好似以前啲細個咧由廣州搭去北京嗰啲車咁啦。咁但係咧嚟到呢度咧，咁大陸肯定保養得好過呢度咯。嚟到伊拉克之後咧，同一架火車保養唔同，架車真係睇得出有分別啦。今次火車旅程係從伊拉克首都巴格達搭去南部城市巴士拉，距離大約550公里，但足足搭咗10幾個鐘頭，平均時速只有唔夠50公里。我可以話我踩單車都踩得快過佢。點解內地都算係先進嘅動車嚟到伊拉克會行得咁慢呢？呢個就同鐵路嘅狀況有關係啦。雖然列車算係先進，但係路軌嘅水平仍然係處於戰前，所以比較更快嘅列車嚟都行唔快。響中央電視台2014年嘅新聞報導可見，伊拉克嘅鐵路情況係咁樣嘅。10年後我現場所見，情況同10年前一模一樣，所以列車開唔快係非常之合理。除咗動車外，東風火車頭早已響20幾年前引入伊拉克，因為夜晚關係所以拍唔到，補返個日頭鏡頭俾大家睇下啦。如果大家對伊拉克有興趣，可以睇返我網站嘅文章。我講嘅嘢呢就講到呢度，大家呢繼續睇下窗外嘅畫面啦。
應該過咗啦，不過喺睇唔到就遮住晒。